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大人囡仔，大家好，我是欢喜快乐无烦恼的蠓仔哥哥。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就是佚佗米。佚佗米汉字写作佚佗米，罗马字写作吃一佚，喝而佗，么一米。佚第4条，佗第5条，米第8条。嘛有人讲是佚佗米。囡仔耍的佚佗米真侪款，室外的佚佗米有放风吹、踢弹弓仔、打敲、拍干乐、捡风雷、捧竹田烟、抱裤仔等等。有的佚佗米，敢若看名真正唔知影是啥，像干乐，伊是一种形，像大粒田螺。在耍的时，爱用手啊把好按，才大力甲拍出去的囡仔耍。风雷是一种拄开始咧耍的时阵，声音亲像蠓仔飞咧飞咧汪汪叫，后来会愈来愈大声，像单雷声安尼的佚佗米。捧竹田烟是一种外形像田烟，不过是用竹仔做的佚佗米，是艋舺哆啦 A 梦内面看会到的道具。嘛是古早时代定定会看到的囡仔耍，阁有抱裤仔，是一种定定伫夜市仔会看到的佚佗米。只要摕黄裤仔，甲想要爱的物件套起来，就会使爽爽啊，甲奖品砸进去的游戏。啊，若是要伫室内耍，嘛有线仔飘、蝶珠啊，也是为日本传过来的剑玉。红仔飘会当用线的，嘛会当用伊的。线的就是甲红仔飘贴做一塔，耍的人轮流用手拎的迄张去线，看啥人会当甲上下面迄张线出来就赢。赢的人会当甲规塔红仔飘赢转去。伊的就是摕红仔飘顶面印的加刀、石头纸，也是滚树、枪机、马炮来比输赢。看一摆要输赢几张红仔飘。溜、佚佗米、拍干乐、捡风雷、捧竹田烟、抱裤仔、红仔飘。即摆囡仔敢若剩一项佚佗米，就是手机啊。电视机面头前的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做伙耍佚佗米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我袂晓。